每一间厝拢有伊的故事。伫台北网交着一间万座小剧场，伊本底是日本时代糖厂，也是市电古迹。当地小剧场进驻修复了后，即马是一个表演场所，也是一间有故事的老厝。 去年小剧场受到好评的舞台剧之间，伫万座小剧场开幕时特别演出。这栋建筑物捌是台湾上北部的糖厂，经历文史工作者要求保留变市电古迹。到搭透过台北市老厝文化运动，头一届有民间剧场甲官方合作，建造剧场空间。一个民间的剧团，其实它的资金可能就是一个问题。那它的创意再加上它怎么维护古迹。 其实也对他们来讲是困难的。民众能够了解、多接近，这应该是台北市第一个利用古迹来做演出售票的剧场。小剧场表示，因伫3当前进驻，到达欠钱修复建筑，虽然拄到真侪困难，嘛受到疫情的干扰，不过也是坚持以剧团甲场馆共生的模式，加做城市新的票。你看，台湾都是先有神才有庙。 可是台湾的场馆状况就是只有庙没有神。我今天来这里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会看到什么，我会得到什么。那或许这样子在培养所谓的艺文观众的比例上面是更好养成的。剧团表示，台湾的剧场空间真侪拢是公部门经营，若是对中倒一个团队就有公平性的问题。即马剧团家己来经营自有场馆，希望为台湾的表演艺术产业创造另外一种可能。记者陈国文、曾派文台北采访报道。